贺建章出事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Михайло，我是乌克兰人。Раболожія贺建章在面临困难。大家应该知道，因为被大鳄占领而坏了，他无法发电。但是贺建章设备还是需要电，至少为了冷却和反应堆。如果核反应堆没有冷却水，那核燃料会熔毁而造成放射性污染，挺危险的事情。以前那个核电站可以通过一条电线从乌克兰军队工区拿到需要的电，但是现在那条电线被大鳄坏了，大鳄也不让乌克兰的工程师修复。当然，核电站有自己的发电机，但是那些发电机不能不断的发电，特别是很久发电。过了大概是10天，一台发电机已经坏了，留下的我真不知道他们可以继续发电多久。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上的最大的核电站，如果在那边真的会出问题，那不只是对乌克兰，而且对大部分欧洲和大部分大俄有非常大的危险。